今日教大家咩叫 BPR 同埋 liquidity void 啦。咁呢一條片咧，應該係我第一條再 advance 啲 ICT 嘅片啦。咁因為其實我見到大家咧，好多人都俾咗錢買唔同嘅 course 啦，咁我就完全唔理解咯，亦都唔明白點解咁樣做咯。咁所以今日就教大家咩叫 BPR，亦都教咩叫 liquidity void 係啦。咩叫 BPR 咧？BPR 全名叫 Balanced Price Range 啦，平衡價格區間啦。咁 BPR 嘅形成咧就兩個 FVG 重搭咗一齊啦，OK？或者係我會稱為 IFVG 入邊整成咗入邊有一個 FVG 啦，咁我就會叫一個 BPR 係啦。係 for example，我揾俾大家睇先，可能係呢一個位置啦，OK？呢度有個 FVG，即係右邊呢度有個 FVG 嘅時候，呢度變成一個 BPR。咁點解 BPR 會對你咁重要咧？咁 BPR 其實除咗係拎嚟做一個 bias 嘅用途啦，咁亦都係可以俾你知道咧，我哋 IFVG 嘅 probability 嘅成功率有幾高嘅，係啦。咁如果整咗個 BPR 出嚟喺呢一個位置，咁代表咩 ？sellers 輸咗嘛，係嘛 ？sellers 輸咗之餘咧 ，buyers 係超強咁 take 翻 control，代表咩？代表啲咩？代表呢個 trade 啊，OK，會更加容易去到呢個 TP 位置啊。For example，我呢一個 take 一個 trade one to one 嚟講 ，OK，你見到個成功率係高好多啊。因為啲咩？因為就係你見到 buyers 係真係好樂意去喺呢個位置買嘅時候 ，OK，價格係唔應該向下發展噶嘛，向下發展噶嘛 ，OK，就唔應該向下發展噶嘛。係啦，咁講完 BPR 啦，咁講 liquidity void 啦，liquidity void。咁咩叫 liquidity void 咧？其實真係好簡單嘅。liquidity void 就係當 OK 價格升得太快到係可能呢一個位置 OK，你見到呢度成辣都係 FVG OK，可能係喺呢度1、2、3、4、5、6、7、8 40分鐘內升咗可能幾多啊？升咗成500個 point，OK， 2000個 tick 咧，咁其實代表啲咩啊？價格升得太快嘅時候咧，我哋唔會當呢一個係一個 FVG 或者 BPR 或者任何嘅PD array 啦，因為咧價格升得太快，你整一個 liquidity void 出嚟咧，價格係唔會 respect 呢一個 gap 嘅 ，OK，咁我哋就唔應該 take trade 嘅時候唔應該用呢一個 gap 作為 FVG 之後，令到你覺得OK，我可以 take longs 係唔啱嘅呢個位置。好似喺呢一度啦，你見到一個好大嘅一個 gap 喺度啦。OK， 升得太快啦，價格根本上冇乜 respect 過呢一個 PD array 啊。你見到就係可能 tap 咗2下，其實都唔算係 tap 嘅，純粹係可能係佢一個盤整嘅行為啦。OK，咁你見到望右邊你見到啲咩啊？佢係完全冇 respect 到呢一個 gap，通常咧。價格咧就係通常就係會好快上啦，亦都會好快落嘅。OK， 即係就好似喺呢一度。OK， 好似呢一度啦，價格快上之後點啊？都係快落咯，係嘛？咁所以大家就唔應該用呢個呢啲咁大範圍嘅 FVG 作為一個 liquidity， 唔係作為一個 FVG 用途啊，因為係你唔會 work，你嘅 probability 會低至你好肯定會輸嘅，係啦。咁我揾第二個例子俾大家啦。OK 喺呢一度啦，你見到啲咩啊？價格可以喺一支 candle 度 OK， 一個 death candle OK， 跌咗成1200個 tick 喎。呢一個位置一個 gap 咧，我哋就唔會稱為一個 FVG 啦，係嘛？稱為啲咩啊 liquidity void 係 liquidity void。咁 liquidity void 咧就係啱啱所講嘅，就係佢哋唔會 respect 啦，只要一支箭衝過去啦。OK， 好似就係而家咁樣啦。所以大家咧記住 take trades 嘅時候，睇好自己 PD array 係咪 FVG 一定係 liquidity void 而進行唔同嘅 trade，係啦，就咁簡單。Thank you。